台中一个42岁妈妈为安亲班去接2个囡仔下课，准备要到附近的饭店来买点心，想袂到这个车拄啊停好，这个妈妈常常安尼黑暗型倒伫个车顶，2个查囝着生惊，赶紧冲去饭店来喊救人。警消人员真紧就到位，甲妈妈送病院。实在是好哩加载，这2个查囝领力救着妈妈的一条命。两个穿黄色校服的查某囡仔，向公行伫咧人行道，随着走去边个店家，来到柜台找头家斗相共，就伫咧无偌久之前，查某囡仔的妈妈强向伫咧车顶，规身躯软烧烧，惊惊死啊！救护车赶到现场，准备甲查某囡仔的妈妈送去病院。地点就发生伫咧台中市进前42岁邱小姐，为阿妈到安亲班接2个查囝下课，登去的路准备到饭店替查囝买点心，想到车停好势，邱小姐向眼前规片黑暗，两只手软个无力，摕伫咧椅仔，坐伫咧后壁2个查囝却眼前这个画面是惊一条，马上发到妈妈的状况，想要透过伊的手机啊通报消防人员，算唔知现场的地址地图，所以就跑开车门，走去饭店救出。拿着手机进来，然后说他妈妈身体不舒服。小朋友很机警，那也不会说慌张这样的。小朋友有拿手机报警，只是他没有办法说出他妈妈的在哪个地方了。我们只是告诉救护车说那个地址在哪边，人在哪边不舒服这样。警消赶到现场了后，先互邱小姐坐起了救护车。不过2个查某囡仔若是对到病院，惊无人照顾，警察就甲因带登去到派出所，当时嘛安踏因紧张的心情。带反锁的过程中啊，那小朋友也童言童语的说，那派出所有坏人吗？然后我们同仁跟他说，当然是有啊，不过我们都已经抓起来，请你安心。家在妈妈经过病院的检查，是因为血甲输给身体无爽快，即马已经无事啊。伊的2个查囝伫咧紧急的时刻临阵判断，向店家求助，嘛化解这场危机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